啦，国民党的党主席就得要改选咯，有风声讲台中市长罗秀燕考虑无要参选。啊，前立委郑丽文公开来表态，讲罗秀燕若无爱选，伊就要选。啊，除了罗秀燕之外，包括着蒋万安、侯友宜、张善政拢互点名是袂歹的人选。其中张善政讲，这个代志后摆才阁讲。 面对笑容行入境大厅，台中市长罗秀燕结束访问澳洲的行程，透早转来到桃园。外界关心的主题，还有国民党主席改选的问题。依照内部人士讲，罗秀燕正来考虑无要接党主席。市长，目前国民党主席即将改选，市长怎么看？我想眼前最重要的事情，尤其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就是访谈。 罗秀燕无正面的回应，不过内营人士讲，对着党主席这个位，连天路派嘛出现无共款的声音。反正讲罗秀燕接了后，会提早消磨2028的能量。啊，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进行接受别媒体专访时嘛，点名讲，除了罗秀燕，台北市长蒋万安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桃园市长张善政，4位直辖市长拢是袂歹的人选。党内嘛有声音认为讲，中共前党市长赵少康以及台中市前市长吴志强，拢有当担取重任。 我想，就国民党来讲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把8月23号反罢免，还有核3场的公投先做好，这个是当务之急。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讲。不过，党内某人已经做好竞争的准备啊。如果卢市长不选的话，我会很认真的思考。如果大家支持的话。 我觉得我也责无旁贷，我会认真去思考这件事情。因为现任国民党的主席的任期要到啊，部分的人选已经表态，其他人是要得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